来看台中市正义大学附近的北势东路，市政府是比较房价上宽哦，伫路径来画标线型的人行道。也毋过民众所发现讲上矮只有20公分尔，实在是上陷啊！行伫拄画好的绿色铺面，民众闪来闪去，大学就要开学。台中市山路正义上宽北势东路，伫路径为标线型人行道，毋过完工了后，煞互人一直批评。天桥就牛，上矮所在，敢若20公分，加上边就是后向内停车所在，那一个人要通过，拢感觉是真矮。就是感觉这样走，然后可能会有人突然开门嘛，已经就剩下一点点了，会觉得很危险。对啊，有时候老人家走路不是很好，会撞到那个地方啊。台中市府伫当地推行标线型人行道，范围是北势东路、北回北中东街、南到东兴路56巷，差不多500公尺。施工期间，野出登发路口标线将近90度，加点头连续反对点的证据。完工了，民众发现原本规划0.9到1.2公尺宽人行空间，敢若1/5因为施工真凊彩。用工处表示，甲道路占用有关系。发现有违章建筑、延伸物及占用道路障碍物等情事。已向住户及商家劝导，部分已配合自行拆除，余由区公所依规查报，限期改善。市府强调，施工过程发现有点头的空心砖，电火车这路中是违章建筑延伸物甲占用道路障碍物，已经向住户甲点头劝导，会由沙力区公所照规定查部要求限期改善，若无会听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